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5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苏比。新闻头起先来看这美国总统 Trump 13是签对顶关税备忘录，要甲北国扣对顶的关税，上紧4月推动。而且这 Trump 阁讲到，咱台湾是甲晶片的生理抢了，要求着爱甲晶片的产业刷去美国市场。签署对顶关税备忘录。美国总统川普13宣布，徛伫公平原则，会甲外国扣同款的关税，而且还阁对实施征达税，同款看作是关税。商业部表示，上紧4月份就会实施。川普讲到晶片产业的时阵，阁一届讲到台湾甲美国晶片的生理抢去。Taiwan took our chip business away. We had Intel, we had these great companies that did so well, and it was taken from us, and we want that business back. We want it back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f they don't bring it back, we're not going to be very happy. 川普顶一大才针对美国进口的钢铁甲阿鲁米扣25%的关税，今卖又阁按算甲汽车的产业、甲晶片的企业倒转去美国。不止个针对川普的大动作，欧盟、加拿大甲墨西哥已经准备好反制措施，这可能会打击美国的经济。然后中共嘛采取报复的措施，对美国能源、农业机械甲大型汽车扣关税，而且对谷歌展开反垄断调查。这是川普政治上的考验，因为选民希望伊上任了后，会当解决通货膨胀日加悬的问题。We will charge them no more, no less. In other words, they charge us a tax or tariff, and we charge them the exact same tax or tariff. Very simple. 川普13嘛甲印度总理莫迪见面，因为印度对美国的关税是比其他的国家要搁较悬。莫迪答应讲会减少对美国的关税，而且会针对这点，甲减少贸易逆差来展开协商。伫会后的记者会，川普嘛讲会卖 F-35运行战机予印度。They're going to be purchasing a lot of our oil and gas. We have more oil and gas than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by far, and they need it, and we have it. And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rade.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many things. राष्ट्रपति ट्रंप की पहली टर्म की बहुत बड़ी भूमिका रही है और मुझे विश्वास है कि दूसरे टर्म में भी हम उसी गति से आगे बढ़ेंगे。虽然川普宣布会扣对顶关税，不过未随着生效。而且虽然1月份物价指数月增0.4%，不过甲进前增加0.5%，这个无加关遐济。市场跳脱对通货膨胀加悬的忧虑，华尔街股市13开悬走悬，中朝4大指数拢遭收悬。公司新闻郑伟进报道。今仔日个报纸阁有看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头先来看联合报，总统赖清德展开国安会议，强调要优先推动3项工作，包含编列特别预算，和国防的预算达到 GDP 3%以上，而且阁要继续推动国安法制改革。互咱台湾占全世界经济贸易重要的地位。接落来看自由时报，俗称算点钟的看护义工多元服务示范计划，劳动部长是公告6间社福团体通过评选，会当开始请外籍看护工。依照规定，这外籍看护工都要完成上无20点钟的训练，预计是3月底正式就路。若是有临时、短期也是紧急照顾需求的民众，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上尾来看《中国时报》，这劳保局是公布劳保2024年规年收入4800多亿，支出是5500多亿，赤字达到665亿，是有史以来上高悬的。接下来看这旧年2月14，是有一只中国船驶到金门附近的限制水域掠鱼，咱的海巡要甲因查，伫咧绕的过程当中，2只船相撞，对方是有4个船员摔落海，2个人死亡。这一年来，中国海警船就不时咧侵扰金门海峡，计共是57届，昨就又有4只。中国海警1451，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 PP35两艇，你已进入中华民国禁监制水域。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影响海上航行安全及交通秩序，请立即转向驶离。昨下晡2点外，4只中国海警船驶入金门的水域，咱的海巡署是派4只巡防艇去阻挡，用无线电来放送，要求中国船队离开。
过差不多是3点钟，中国海警船下晡5点10分才离开金门的经济水域。继续来关心台中新光山挖爆炸是造成4人死亡、30多人受伤。消防局初步认定就是加速爆炸，而且佫查出这施工的楼层竟然是甲消防设备关起来，已经违法。大台吊车工作平台在工作人员去要甲外壁给拆掉。台中新光三外起爆案件出发地点12楼，由于继续碎片落落来，新闻差点也去讲到伫楼骹等待媒体，欺负下营业者赶紧来拆除，马上评估警戒范围是不是扩大。可能坠落的部分，我们会要求他立即清除，甚至我们要去评估相关技师找相关技师去评估它坠落的范围是不是需要扩大警戒的范围。台中市消防局就是公布案发当时，空翕伫现象仪器画面发现起爆了后，内底温度无悬，伫19到24度中间，显现红色部分主要是搜救人员的体温。经调查初步认定是加速起爆造成的，而且施工楼层消防设备违法关起来。现场发生的时候，我们有派同仁上去调查，它消防设备是关闭的。我们在现场评估，初步认定应该是气爆，就是瓦斯气爆的因素所造成的。那不过确切的一个真正的原因，还是要等检察官来做一个裁示这样。行政院长杜英台就是下晡到台中听事故简报，消防署讲起爆迄天早起10点半，有工程行人员看到受伤，使用弗兰达伫切割这个驾驶的管线，现场批调驾驶为20分钟了后，大约11点半发生爆炸。杜英台要求中央甲地方政府要斗阵做好善后，并且确认大楼结构安全。那事故发生之后，百货公司建筑物的结构安全是否有疑虑？这个要特别拜托台中市政府，透过这个结构技师等等来做安全的鉴定。相验结果判定4名死者多因头胸部外伤、胸腹部钝挫伤，导致多重器官衰竭死亡。本件事故相关人员是否涉及刑法之过失致死、过失伤害及公共危险等刑事责任，专案小组将会尽速调查。台中地检署强调，已经针对施工的工人甲百回员工，这16个人来访问，拢以证人的身份请回。4名死者已经完成收检，死因是头壳甲胸坎外伤，也有胸部腹肚受伤，造成多层器官生理机能耗尽。专案小组已经搁再转来现场来实地勘查，会赶紧调查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各地水气减少，今日气温回升，可能会到25度。不过这礼拜就有一阵冷气团要来，可能是会降到14至18度，降到后礼拜3。所以讲是提醒观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民众穿粉红色的短裙出门，顶面也是爱穿厚厚的外套。气象署指出，拜五、拜六大陆冷气团减弱，温度会回温到25度。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回温，因为礼拜各有一波冷空气落南，到时全台温度伫咧14度至18度左右，而且会刮到后礼拜2。而冷气团会持续到下周2这段时间，周3开始冷气团是逐渐减弱。那周3开始冷气团逐渐减弱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整体来看温度并没有回升这么明显。乌阴的天气，民众甲雨伞早出门，大家随时会落雨。气象署表示，拜五水气有豆豆减少，不过全台嘛是有可能有短时间的阵雨。拜六地转做高温无雨的天气形态。今天整体来看的话，白天尤其在中午之前，下雨的范围还是比较偏广。不过刚刚有提到，下雨的范围在今天下半天之后会逐渐缓和下来，而在明天的时候，主要就是在东半部地区有一些比较偏零星的降雨而已。虽然拜六各地拢是出日的好天，不过气象署提醒，礼拜到后礼拜4，北海岸和东半部水汽会增加，到时会有短时间的阵雨。另外，拜六天气虽然会回温，不过早暗温差也是真大，会差到10度。加上后礼拜也是有冷气团落南，气象署提醒民众爱注意天气的变化，而且厚衫也袂当收。记者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目前咱国内流感的疫情也真严重，所以讲疾管署昨就宣布，接触者若出现类似的病症，经过医生判断，唔免快筛就当开公费的药啊。这项政策是会延长到3月中。不过有医生是甚至认为讲，这疫情后热人进前也一直滚价，呼吁高风险的族群都要赶紧做预防针。
过来最近流感疫情是持续一直在观点，疾管署14宣布公费流感抗病毒的药剂扩大用药措施是延长到3月15日，民众经过医生判断符合条件，免经过体检就会当使用公费抗病毒的药剂。抗病毒药物大概都是10% 到12% 左右，在流感的高峰期或是流行期的时候，最多的用量大概是1周大概是3万到4万左右。目前的流感的抗病毒药物的储备是足够的。疾管署讲，最近的流感重症通报数比前世的流感季搁较悬，流感并发重症死亡的比例是最近10年以来上悬的。因为最近有相关的活动，学校开学和气温一日溜到气顶顶，预估流感疫情会延续到今年3月。不过，台大病院小儿感染科的主治医师吴立民认为讲，这摆流感疫情有可能延续到热天，而且恐惊有第2波的流行，呼吁高风险族群拢要注意疫苗。基层医疗院所又可以做检查，又可以给药，又可以做诊断，很快速就可以让你诊断又拿到药物。你跑到医院的急诊室去塞爆那个急诊，让急诊没有办法作业，让你自己要等很久。其实不必要的。不管是在流感的这个筛剂的这个检验的试剂，跟克流感的这个2项药物，事实上目前的准备都是充足的，民众不用担心。因应流感疫情，疾管署是精买10万剂流感疫苗，新北市摕到中央分配15000多剂，台北市是摕到11000剂。疾管署按算伫17会把流感疫苗配送到各卫生局，到20就会当正式开始做。记者综合报道。提醒观众朋友，伫咧网络交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爱情的骗子。中法官今年1月到588件诈骗案，财产损失要3亿。其中，这款假影交朋友甲你博感情、骗钱投资的上介济。阿富汗他在那边做女医师，政府给了他150万的美金做他退休金。车厢内底，这位民众准备要买5万块的点数卡片，经过警察的解说，才知影是拄到爱情的骗子。中华的启动派出所进前接到超商报案，疑似有诈骗。原来是有民众伫网络识在一位女子，讲家己伫国外做医生，两人伫网络开始联络开讲。落尾，这位网友就以各种理由要求民众去超商买点数，提供给伊。近期成功拦阻2件诈骗案件。这些诈骗的手法都跟假交友有关，歹徒会利用社群的一个平台跟交友的软体，跟被害人来做一个感情的一个经营跟联系，进一步来榨取财物。中法官警察局执行今年1月的诈骗查缉专案，抓到28件诈骗案，161个诈欺犯，查扣汽车、土地、现金等等，计共4065万，嘛成功阻挡4662万的诈骗金。警察局表示，诈骗集团的部数千万招，其中佫以博感情、骗钱财的诈骗上多。假投资诈骗仍然比较严重1月份假投资诈骗的财损金额有2亿3400余万元单笔遭诈骗金额在100万以上的也有68件。有关假爱情诈骗打击力道我们必须再加强。中法官警察局表示，接看到的网络爱情骗子，拢会先开讲关心、盘烂、博感情，落尾就开始要求汇钱、帮忙收汇不等等。提醒民众，若拄到这情形，真有可能是诈骗集团设的陷阱，一定要提悬警觉。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台北车头附近的机车架不时拢停甲停停，这停车位是足歹找。即阵台北市的停车管理处就表示，对3月初3开始，要去台北车头优先公园这搭收费方式，对停1搭20块改做1点钟10块，上济收到50，是5万会当减少长期占停车位的状况。台北车头附近的机车停车位上在停甲停停，民众徛入来，踅一个无车位又搁踅出去，要直接找位停是真好找。台北市停车管理处13宣布，对3月初3开始，台北车头附近有400多个机车停车格，收费费用对原本一天一盖20块，调整做1点钟10块，一天上最收50块。说不定你50块会比较少人停，我比较好停，收50我觉得还好啊。你也不能不停啊，因为你被拖走更贵。时间够的话，就会再找更便宜的啊。如果时间真的不够，就只好停。
1天50，其实累积下来也蛮惊人的。停车费调整，民众有无同的看法？改变收费的方式，影响较大的是停较久的民众。今仔伊讲也是讲，确实有讲定定停车的民众，伊比如讲像你讲的，伊今仔用是去买米啊，伊是来遮上班的人，啊，伊会当考虑讲，伊会去较边仔的所在，啊，较小的所在去停，啊，来这个位互真正有需要的人可以使用。天管处表示，目前规划伫市民大道一段到中山北路一段，各有1000公园附近这带停车格调整收费的方式。台北市天管处也呼吁登记伫台北车头有停车需求的民众，会使评估家己的需求，找其他的便利停车场或者是改坐公车坐运。希望收费的调整会当予有临时停车需求的机车族较好找到停车的空间。记者中国的谢桂玲台北报道。台湾上侪人使用的通讯软体 LINE， 最近手机的版本是推出新的字型，叫做延续体。这个字型是会当显示台语、客语，也有原住民语的文字。不管是了解社会事、看影片，也是开讲，手机也有各种 App 通选择。其中上侪人用的通讯软体就是 LINE。根据官方统计，LINE 伫台湾的用户数有2200万户。最近 LINE 伫咧手机的版本发布一项新功能，就是台湾民众会当免费使用延续这个字体来显示台语、客语和原住民语的字。这是台湾的字体设计师郭志杰以日本开源字型做基础落去改的。日本有一个蜂窝公司啦吼，因有一个字体叫可乐，结果差不多是4-5年前开源出来，即马都变钱的物件啊，会使互人家己改啊，差不多就迄个时间就想着讲，若是甲台湾需要中文啊，佮台语、客语需要的字拢加入去，可能会足方便。所以讲，无人要做就家己来做。设计师表示，为着要设计符合台湾使用者的字型，原来开时间家己学台语拼音和汉字，搁去考台语检定。后来，延续体伫2012年正式发表，这是台湾第一套开源的硬币开始的免费字型。这届会当伫内使用延续体，是客家委员会自2012年开始谈的合作，有选对中央的国家语言发展方案和客委会经费支出，总算是赶伫咧世界贸易日进前推出。111年就同来来谈安尼合作。每当感谢来，其实係香港一個公司，唔過佢落去台北，加個這行中對伊本土文化嘅尊重，加個自信，係講做得滿足有呐喊嘅本土語言嘅司法嘅安尼都來做得用本土嘅語言，不管係漢語還係其他語言來做溝通。但是目前在手機用台語輸入法落去拍字，也是有一寡台文字，親像因兩人的因、爬山的爬等等，無法度正常顯示。字體設計師表示，這有關 Unicode 敢是有變碼，輸入法是毋是有資源等等的問題，伊呼籲應當成立親像客委會安尼的台語專職機構來處理。但是目前無，嘛希望文化部重視台語使用者的困擾。記者盧尚如、曾俊佑台北報道。公視台語台推出新節目，叫做《來去恁兜洗份書》。這兩位主持人是家己在浴堂，佇咧台灣各地交朋友過暝洗份書，感受台灣的人情味甲善良。伫南投埔里那洗份书，那就是结果浸伫脚桶，规身躯放轻松，享受庄脚的风景。这是朱青吉林台地馆离开电视主持10档了后，搁倒来电视顶的新节目。我开车后斗载2卡迄个浴桶，嘿，迄个茶桶是我含大练的，我两去做的。伦老师你好，你好，今仔伊是咱两个老师啊。透早无闲甲透暗，两位主持人去甲农场做事。这是公司台记台新的旅游实景节目，来去恁兜洗份书。主持人赛车去台湾四国行透透，那交朋友，那发觉台湾这片土地故事。其实最主要是洗身躯以外啦，爱去看这地方的风土人情哦，甲这家伙啊，食饭知影讲伊平时做啥物工课。甲一般的实景节目无同，因为有过暝，所以真正爱洗份书。洗份书就是洗身躯，会读做洗份书，是因为这是宜兰腔。这是宜兰的特殊的一个腔口，叫做洗份书。譬如讲，咱讲鸡仔冰，伊叫酸啊。
主持人表示，这是一个深度旅游，深入台湾每一角市的台基旅游节目。节目内底有台湾人的认真味和台湾人的善良，身躯洗好，灵魂嘛有爽快感觉。新节目会伫咧每礼拜六的暗时放送。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世界棒球经典赛自决赛亚洲区2月2日起过，自决赛前2名就会当参加明年的经典赛。咱台湾去年伫咧世界棒球12强摕到冠军，台湾队是要安怎延续台湾常用的棒球气势呢？下暗7点半，公司第2台青春咱的梦，就要带大家来看 Team 台湾的成员是安怎比战。后礼拜2月21號到25號，伫咧台北大巨蛋進行 WBCQ 世界棒球經典賽嘅資格賽。台灣要甲南非、尼加拉瓜、佮有西班牙來爭取2026年嘅經典賽參賽資格。為着要摕到這張門票，不少球員伫咧休賽季佮有春訓嘅期間，就提早進入備戰狀態，積極要來爭取入去國家隊嘅名額。因為10幾年沒有打過，就是希望自己能夠在有生之年能夠打中華隊。休季了以後，佮開始重新訓練，所以希望家己嘅身體嘅狀況。身躯的強度、身躯的技術能力，我都一直扭起來、扭到比賽。目前的奧運、12強甲經典賽，這3項世界1級賽事的組分賽，現主持是由中華職棒咧負責。若要和世界各國比拼，除了球員的實力，還有教練團的調度以外，親像上好、收集情報，還有後勤團隊的組成，嘛必須要有世界級的規模，這嘛是咱民眾一直期待的目標。咱用職業的鋪路的方式，伫咧對待咱所有的選手。啊，標準佇倒位？美國大聯盟安怎對待選手，咱的國家的選手就是安尼方式來對待。這擺 WBCQ 所徵調的國手，除了隊長陳傑憲拍過12強，其他的人是女娃球員和國內職棒球隊一定的選手。這嘛表示台灣有高強度的競爭條件，人才是愈來愈多。這個是往一個很好的方向去發展的，比起往年，就是大家各自的自主訓練可能會做得比往年還要勤。代表台灣去出征比賽，讓所有台灣人記住你是誰，記住你在為台灣打球。若準實力正常發揮，這屆世界棒球經典賽資格賽，台灣隊運動會當順利過關。不過到明年的 WBC 經典賽，要甲各國的大聯盟頂級的選手拼輸贏，能夠有法度維持上好的戰力。現主持沃迪卡就已經開始思考甲規劃。記者吳定武、林建武綜合報道。天氣報你知，帶大家來關心各地頭的天氣預報資料。北部地區14度到27度，中部地區14度到25度。南部地區15度到27度，東部地區16度到24度，外島地區11度到20度。感謝您收看今日的早起新聞，我是蘇眉，祝您平安順心，再會。